王道婆出生在南宋淳佑5年，今上海市徐汇区华泾镇人。从小父母双亡，8岁卖给了乌泥泾赵家做童养媳。景定4年，公元1263年5月初2，松江乌泥泾赵家柴房。打死你这奸人！打死你这奸人！想在杀鸡上再长一个杀心，董事能查2个面上。谁知伯母骂我鬼迷心窍，要将我当死。我不能让他把你我当死。二贵姑，你还是放我到生吧。我正想放你头罪，这里有数银子，请你带上。你先到婶婶家饭比难关，你一定要为我二贵我走。我会放下这步，我会活下去的。我会等你回来的。伯妹，临别你要记住一句话：二贵我今生非你不娶。不儿我今生非你不嫁。伯妹，二贵姑。银锁一把送不美，金锁一字见阿贵，愿他不为你相随，夫妻相为锁拆开，夫妻相为锁拆景定4年5月初5端阳节的傍晚，长江口一小岛停泊的帆船上，我一走怎乱阳？
端午节，来吃个粽子吧。谢谢你了，我们常来遇着你，你来一道吃吧。哦，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我回头叫声王三娘哎，啷个哩个啷个哩个啷个当，侬要互动的你是哎。嘿嘿，夜里真的出轨了。我明明拿出3个粽子，怎么就少了一个呢？水里向笼中只有3家头，还是随便去问问。不对，不对个。方才我对客商说。客商，今天是端午节，你们来吃个粽子吧。伊讲谢谢你啦，我们厂内有着你，你来一道吃吧。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夜里真的出轨了。听人家说，这里经常出水鬼，难道今朝我真的碰着水鬼了？侬是鬼还是神？老爸，我是神，我是鬼。哦，你不是神，你是鬼，鬼呀鬼呀！我是好人，你不要传上我，你快下去，下去！我真的是神，救救你，救救我！哎呦，你下不下去啊？你真的不下去？那我对侬不客气噻。老爸，求求你救救我，救救我啊！啊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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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多谢恩人相见。姑娘，快你抹脸伤痕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随进伯母的。
还不上去接上一礼？师傅师母在上，望孤儿大力叩拜。南宋咸淳元年，公元1265年春，海南崖州张家坊之作坊。
同在姐妹们，无邦交，年轻展开。每日里家父子事里关心，修道作坊呀本领，是不是娘对我好，不是情在深情深。2年来记在托心，无你阿贵哥，为什么要负阴心？凤儿，今天来的真早，上午里的事都当理好啦，都当你关心了。呀，这里间的图案做得多好看啊，做得多细密，都没有短线。名师出高徒嘛，凤儿做得好，也是师傅教出来的嘛。是啊，我的水本全靠裁缝师傅和大家教得好。裁缝，这个叫布儿是有灵性，我们放着是用手，可他放着是用心。是啊，你看他想在纺织机上加个啥新的办法，总是能出2根纱，民工和连襟，晓得这都合不拢了。你们在说什么啊？媳妇，我们在说你才是我们的好师爷。哎，不要闹了，快去吧。明清哥，你看布儿的那件图案是他自己画的，颜色也是他配的，这得多精致呀！我看布儿的技艺呀，快要超过裁缝了。下次我再有的，怎能跟裁缝师傅比呢？龙飞凤舞，别具一格。哎，你这图案是从哪里来的？我是从这把银手上照样画下来的，是师母叫我这的。画得好，你心灵手巧，再加用心揣摩，将来必成纺织人家呀！布儿，你将来成了纺织人家，可不要忘了我们啊！布儿，你这步的记住一个关了，来，我来教你有张面具吧。哎，布儿，你见过炸面筋吗？没有见过，从小在家乡是用水纸剥的，我经常双手剥的，鲜血之类。是啊，以前我们也是用手剥的，现在改为接触，有名之处。师傅，你慢慢教来，让我记下来。好，你认得字？上夫叫我认得几个，不认识的事，我就用个记号。好聪明，那你就记吧。它是由长着在机架上的2根圆角组成，上面的是一根小直径的铁角，下面的是一根直径比较大的木角，两角靠摇臂摇动，向相反的方向转动，将棉花围进2角间的空隙粘上，面子再被挤出来，露在而放。你懂了吗？空隙、面扎、铁角这几个字我不会写，我来教你。他心灵手巧，身聪慧，他学习好呀，神经慧，他生平出众。
自是喜子于身内。这样的女子是少有，明妾心里爱在。师傅，我记好了。我来看看。记得好，我来教你。姐夫，你可真上心呀！你忙你的，让我来教吧。好。姐夫，你怎么这样偏心呀？我怎么啦？我告诉你。想当年你在我来访到家呀，一季少年里面爱了家，几年来他对你恩情深三重，才问我对你几乎也不差，你现在千里没走的丛林上，你呀你心细才像槐花。这话说我是气呀。姐夫，看你觉得磨练是好。谢谢你了。我来帮你记吧。哎呀，你不要给我添乱了，你忙你的去吧。姐夫，你是不是不喜欢我呀？喜欢喜欢，姐姐，明天啊，叫姐夫把你娶过来做儿房，那你们说好不好啊？好了好了，玩笑开大了，你们要像布儿有些，好好这步。从今后我四不讲话，可不能动手动脚的。明天你说对不对呀？多谢夫人救命之恩。好了，言归正传，明天你来开。宋江卡上书信寄，再听花鼓十匹，明朝继续送出去，生意兴隆，堂堂是吉。太好了，阿莲，过了都念过了没有？都念完了，手插着10篇。 10篇。阿凤，哎，银花兰布完剩多少晚上8篇。 ？8篇。阿凤，布儿，天亮之前，务必要织好2篇。哎，朝朝是一生，夕夕万岁里，苏苏织成匹匹罗衫公元1294年秋，海南崖州张家竹楼。
莲，你要记住，李总对你有恩，你要守着历经残年，你不要离开亚洲。阿莲，我会守着作风，我不会离开亚洲，我不会离开你的。我与你怀里连结丝相思一门旧梦，你是少有好上花，可叹我父命风孩子们是里门是早读，都为你老来富贵好吃苦，我临死有时来相劝，总是忘记明明天阿莲，为妻子最不放心的就是你，阿莲，不儿他温柔善良，想把你救济不，明天不再受现益。在为妻一片苦心，娘放心的走娘子她临终我忠肠，要为我明前修爱这特事起来难敌他，我手足无措。哦，难应当。
是，不儿，不儿来了。不儿，你师母她快要走了，她临终有话嘱咐，你快去，慢来。无论她说些什么，你都要答应她，向她瞑目而去。是吗？不儿，我也真来向你师父孤苦伶仃，我想求你照顾师父把头偕老。把头偕老。师母她一句话送情结。于是台上呀陪写不尽的情，报不完的恩，千恩万尽怎忘，欠我心命的情。30年苦水子，清白一生，怎能归？顷刻之间，悲非邪梦。此刻菩萨不易用，怎面对临终托付师父的心？此刻菩萨来答应，怎对得起归国迎离别信？你说是罗生父子乱放财，天哪！你为我如此做龙人，哎呀，做龙人啊！师母，阿丽，女儿你们爸。公元1295年春，海南崖州张家坊之作坊。谁料想师母临终泪大交，陪不儿今天两难受煎熬，一年是恩，今是三里忙。一边
子他临终一生尽情郎，是你千衣裳，心牵心惆怅。我与他同病相怜在异乡，我与他志同道合爱这方。我知他心有苦衷难自彰，我岂能从中作根来勉强？我领人生姊妹来相帮。我且把这爱情尽诉心来上。不儿，不儿，师傅，你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还不是怕你当真？到这开个玩笑，何必当真？你哭啦？谁哭了？看你眼睛红的，是不是又在想你丈夫了？想念他也这么样。如今我是笼中之鸟，瓮中之鳖了。你怕我把你吃掉？反正道不出你的水扎心。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！那我明天就有大把酒宴与你成婚。成婚？哎，是你自己说的呀？我何曾说过嘞？那你一番话是什么意思？你自己明白。我真不明白。那是师母临终之时，你叫我不管师母说些什么，都得答应。难道师母之言不是你的意愿吗？一番话多于神心头凉，他不懂在你情思凉。王不儿，你呀，师母她孤剑尽身，临终一片苦心，她爱你，连你相信你，才来呈现我们。难道你真心上师母死不瞑目？难道30年相思你们不知我的心？难道师傅是你不可相信的神吗？你说此话什么？好伤心。
几岁里，今生比我失了望，我只有打开心扉诉衷肠。年年生生你记心上，神梦里一生闻儿记非常。唐伯了，每逢晨曦了观堂，神梦里做好点心，针对包囊送到帅场。夜长长，夜渐渐，我历历在目，我面前身把他心内忙。我知你终身不与比与他，我知你骑虎难下心茫茫，你不必顾虑马心房，为是我君子之心太师傅他与众
只要你明白我的心就好。多谢师傅。哦，我已经打听到阿贵的消息了。真的？阿贵他生在哪里？此番我到5月，遇到5年经里的乡亲，他说你伯母早已过世，10年前他和阿贵被朕取保离安。他现在怎么样？他为你杀之不去，从今儿生死不明，要无饮血。阿贵哥，我想让你委屈款款。你让我委屈？不，我不委屈。为什么？我不忍心累下你不管。
我要恪随师母意愿，照顾师父，终老一生。宝儿，你的情我领了，我不用你照顾，我已经有人了。有人了？这是真的？是真的。阿凤的丈夫早已亡故，此番我与阿凤到松江，我们已经定了。定了。你这样做，不儿我于心不宁。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去世的师母啊！你这样做，才对得起我的心，是我在天之灵也会明白的。师父，我知道你知道就好。请让我叫你一声不美。不美。回来看你的。不，你不会回来的。为什么？你在那里为开花结果。开花结果。你在我眼里是一位坚强而非凡的女子。言送了。姐夫，姐夫，厨房里的棉花都用完。咦，你们怎么哭啦？阿王，福儿她要委屈了。真的？福儿，你真的要委屈啊？啊，委屈也好，你丈夫甚为在你。我知道了。福儿，你放心委屈吧，我会照顾好姐夫，我与他。我知道了，恭喜你了。好了好了，不要难过了。叶路归根，福儿是早晚要委屈的。你留着他的神，也留不住他的心啊！啊，你们等等，我走了。唉。不知何时相会。这是你最喜欢的礼金，
见你，累着。神愿心静，宝贝。师傅，临别，我拜托你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年年清明，带我到四母坟前上香三次，聊表我不孝之过。你不要难过了呀。去粮时，你就为气喘，竹筐里有我刚采的草药，你叫阿凤姐煎好，让你练佛几天。知道了。放你真说，你也是啊，林碧，我送你一件你最喜爱的东西。这是放着线不磨印，无论你遇到什么困境，不必要带着它。元贞元年，公元1295年秋，海宁路途。千辛万苦寻父老。
来喽！上船吧，哎。船家，这里到海宁城内还有多远？过了河就是城内了。终于到了，但愿苍天保佑我找到阿贵哥。怎么喽？靠岸喽！上岸吧。请问船家多少银子？1个铜钿。谢谢你。船家，我向你当天一个人，何方人士叫我姓名啊？他本是松江瓦定5年进生时，名叫赵阿贵。赵阿贵，你是，我就是赵阿贵啊！你是赵阿贵。何言为真？非你不娶，何不为凭？宁送一把。为国一顾祖国30年，一个云相顾1万年，一番我也老了。哦，来，快坐下，快坐下。来，坐。哎呀，哦，伯妹，你是何时回来的呀？我从海南到这里已整整8年了。哎呀，
你谁哭了？我心甘情愿。贵哥，别黑，你是怎样过来的？自从你插刀以后，母亲就把我锁在房中。后来，她让你豆浆身亡，问治我好，我就病倒了。哦，伯妹，后来你到哪里去了呀？与你别黑，我在江边摆尾，为了你，我不想死。后来，等你好人相救，谁料到海南没生。那你既在海南有恩生，为什么不进我封死刑啊？别离后，天各一方，相思与方断肠。缕缕传说不见尾，生死未卜，心牵挂。落叶涨，黄叶香，年复年，几度长。只为临别一句话，总算等到天老地荒。孤身是唱的不非有心人，我是神一句心里该所避开。听不美，悲凄凄，诉衷肠。我是欲哭无声，怨恨长。恨母亲背地万把书，心藏害得我是风筝断线两渺茫。算他今生是遗忘，我苦尽挂泪与希望。从今为你我千岁长相随，珍惜后代好时光。我美他莫欢喜情深长，真美我心于苦中。我
他真情诉，恐他官场剧烈，痛梦悲伤。堂上我隐瞒不杀亲家，自难保护定为路真相。不妹呀，从此你安心在我家。你我同把天相。听他话总是冤枉，神色慌张最云南。莫非他已变了故？莫非他已在了家？你因我北京离故乡，生的生疏与谁讨报？我自从丧亲相继亡，我被藏兵离家乡，专场上家私插到昏路忙，害人分救我他家把身藏。我给你关心要好丧，到后来怎么样？杀在农家，在农家我对不起你呀、临别之际，是你亲口所生，非你不娶。我为的是你这一句话，苦苦等了漫长的30年。30年啊！等啊等，盼啊盼，总想盼到这一天呐。谁知道我盼
断了这一天，判断了我毕业的青春，判断了我的心啊，宝妹。你既有精神，当初别放我到生。不妹，阿贵有愧非你，求你原谅。好，不妹。帮你这只东西啊，你不用死了。不妹，你这是要到哪里去呀？我誓言归顺，不妹。我知道，你为我费尽了千辛万苦，可是你可知道我为你，啥不是母亲骗我，啥不是我身受重伤。我是不为谁到今天的呀，不美。往年的我当初进问，我求你泪下吧。对不起，你只当我没有来过，你好事为之不美。银锁一把送不美，金锁一日见阿公。
黄布儿告别了第二故乡海南崖州，回到了阔别30年的故乡松江华亭乌泥泾。当时，元朝统一中国已10年之久，内地的纺织技术远远落后于海南。每年朝廷要征收10万匹棉布，百姓苦不堪言。布儿见状，就挨家挨户地向乡亲们传授黎族先进的纺织技术。你看，不知什么缘故，我榨出来的棉花总是不干净。棉种价值，是不是棉刀太湿了？不为的，棉头杀了好几天了。那是什么缘故呢？道姑师傅，道姑师傅，怎么？道姑师傅以小为色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我家的杂名记不灵了，棉子头不干净。怎么？你家杂技不灵了？是啊，道姑师傅，我的杂技也不灵了。你的杂技也不灵。你看，棉种价值，棉种价值，好奇怪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阿英，让我来试试。哎。天已晚了，你们先回去，让我好好想一想。道姑师傅，你不要太累了。是啊。哎。
因此是生产棉袄不一样。这里是大小只小棉与短，呀这是大大只大棉与长。想必是棉脚距离不相当，必须要应的旨意，应声才良。乡亲们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！大姑师傅，大姑师傅，大姑师傅，大姑怎么了？师怎么了？没有什么，完好，完好啊！大姑师傅，你找到什么啦？喏，你们看，这棉中夹子的毛病，谁插在这里？两地色土气味不同，所以生产的棉刀也不一样。海南的棉大籽大，这里的棉小籽也小。照李若的模样，扎出来的棉花谁家籽？阿根师傅，哎，你来好。你将扎错的两个棍子之间的距离改小一些，这样棉籽必算脱了回放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我们要因地制宜，可不能私奔暗逃哦。哎。公元1305年，黄布尔对海南带回的模具不断地进行改造革新，将原来用手拨子儿改成绞车，将1尺多长的弹棉弓改成4尺多长，将棉纺车由原来的单锭改成脚踏3锭，还推广了错纱配色、棕线切花等技术。几经努力，松江乌泥经的伊贝闻名天下，黄布尔被皇上封为伊贝女神。呀，最不美。
定要的10万匹棉布都是苦了没有？禀道姑，都已在哭。好，好啊！道公师傅有征召你。有人来了，今天来的可都是贵人啊！妈妈相思，莫醉泪，三间怎尽醉可归。人吧，你没有认错人，王道姑就是王不儿啊！怎么我变了？你变了，变老了？一点不老，你越变越年轻，越问越没神了。师傅，你又笑话了。你身上好香啊！我身上有什么香嘞？不香，不香。你上面熏在布里，又整了一个刺字女了。刺字女。动手，动手。师傅，谢谢你路远迢迢前来看我，让我敬你一杯。多谢姑娘。师傅，这些年来，你和阿凤姐过得好吗？我阿凤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。当年是我编的一个谎言，请你谅解。这是个谎言。
只知道你会惦记着我，我怎么没有想到这是个谎言？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师母的3天之礼。哎，你哭什么？我不是我的好好的吗？啊，你回来找到你丈夫没有？他在海宁早已死在，父乃我为想救其道观，从此我就成了亡道姑了。证据，我比谁都高兴啊！你真不愧名为杜儿。不儿能有今天，不妨师父教诲。
哦。
始终相识到相知，阴差阳错终难用。他为我忍痛个哀怨，我梦，他为我一个谎言苦心应用，他为我未必是我的冤啊！真诚欣赏他满腔孽枉，恰破空。为我所言，是你在为你所惧。姑妹呀，你今是一美玉身，名金重，你万须大展宏图，积极功。为你有事生命同行到生死，虚实空，生生相媚，聚一红梅，我就送你几个字。
世界文明史上第一位杰出的棉纺之家黄道婆逝世，享年85岁。你早年须在故里，你怎了一个此者女了？你们要向孤儿有心，好好这补。去。